我隔着2个人的位置，看你偷偷打了个呵欠。昨天又说早点睡的，结果讯息回到半夜。早餐还是那杯豆浆加一个你爱吃的蛋。到了公司各忙各的，你只传来一句好困，我回你一张鬼脸，你马上丢回一个拳头。午餐时间你跑过来，说今天不想吃便当，我说楼下那家面店，你说走啊，现在就去，就这么几分钟的路，你一路讲着昨天的事，我其实没记住多少，只记得你笑个不停。下班以后别急着走，陪我去逛一下街，你说只买一样东西，结果手上已经提了3袋。路口的灯刚好变红，你讲过来靠近一点，人很多，车也很多，你还在讲着今天的事情。你问晚餐到底吃什么，我说看你今天表现，你白了我一眼，却还是拉着我往前。星期五的办公室里，大家都开始看时间，你收拾东西比谁都快，还装作一脸很悠闲。我故意慢慢关电脑，你站在门口等我，问你怎么还不走，你说我在等电梯，电梯明明早就到了，你还站在那里不动。我笑着问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，你说忘了等你。便利商店买2瓶饮料，你偏偏拿走我的那瓶，问你自己的呢，你说你的比较好喝，这句话你每天都讲，讲得一点都不脸红。我嘴上说你很麻烦，还是帮你把习惯查好。下班以后别急着走，今晚还有一段路。你说前面那家甜点店好像又出了新的口味，你走在前面一直催我再慢就赶不上公车。我故意停下来看橱窗，你嘴上嫌我，却还是在等我。你说我走路总是太慢，我说这样才能多聊一会。你明明急着回家，只陪我绕了半条街。有时候我们也会斗嘴，为了一点小事不理谁。你转过头走得很快，走没几步又回头看我，我故意装作没看见，你又站在原地不走，最后还是你先开口。你到底要不要过来？我笑着走到你身边，你却说我真的很烦。嘴上虽然这样说，手却已经伸过来牵我。明天不用赶着打卡，也不用一直看时间。你说想去很远的地方，最后还是在附近打转。你看见一家小小的店，拉着我进去做半2天，杯饮料放在桌上，聊到老板都准备关门。你问我明天有没有空，我说应该可以吧，你笑着说那就这样，然后开始安排下一站。我说你真的很会安排，你说谁叫你动作太慢，我故意走在你后面，看你回头，等我再往前。晚上送你到楼下，你说今天走了好多路，我说那你快点上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。你走了几步又回头，你怎么还不走？我说等你上楼啊。你笑了一下，才转身往楼上走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亮了一下，我到了，我会知道隔了几秒又收到你的讯息，明天见。我看着手机笑了一下，然后把闹钟偷偷往前调了10分钟。我说你真的很会安排。